好啦，咁我哋咧翻到去停車場啦，係咪？係。咁我哋一齊先睇睇頭先條片先。係。因為我哋有個 camera 咧，我睇睇頭先係發生乜嘢事，好冇？係。我同你講，佢冇讓行人啊，因為行人企咗喺度啦。係。你明我講咩意思啊？咁我想問一問你啦，你睇完條片啦係咪？係。咁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你嘅問題先啊，先講你嘅問題先。係。咁頭先咧，我哋係喺個停牌左轉係咪？係。咁我見到你停定啦。係。咁咧，但係你點解會冇睇到右邊嗰個人嘅？我以為佢唔係過馬路，因為佢唔係行到好近嗰個路邊。OK。咁咧。就佢個面係面向要過馬路呢邊啦，係咁咧，所以咧，我哋下次一定要注意咧，停定之後要判斷佢究竟係咪過先。係。如果佢真係唔過，我哋先再上去睇車，係咪？明白。咁頭先咧，我就以為咧係呢條柱擋住咗你嘅啫。係。咁實際上你係睇到佢嘅。係。如果睇到佢一定要讓行人啦。係。哇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嚇。係。咁跟住我哋就上去睇車啦，係咪？係。上睇車，咁咧喺左手邊咧。係同樣都有行人道嘅，係咪？係。有兩個行人咧，其實一早企喺度噶啦。係。咁我哋咧就因為我哋要左轉啊嘛。係。咁肯定睇下兩面有冇車先啦。係。同埋呢度有人企度啦，係咪？係。咁當時見到呢有3、4部車就咁就照過嘅，係咪？係。係冇讓行人嘅。係。啱唔啱先？好啦。咁然後第4部車係停咗落嚟嘅。係。然後第5部車咧，係就喺右邊。超過咗第4部車，係就過咗去啦，係咪？係。跟住你見到乜嘢啊？警車追上嚟。追上嚟啦。係。佢係將第5部車係鋪咗啦。係。因為第5部車佢剛剛喺警車面前，係佢係冇讓行人過馬路，係所以剛剛俾警察見到，係咁就幫佢鋪咗落嚟。係。其實咧，我想講下第5部車，即係俾警察鋪呢部車咧。實際上，就算冇警察，佢喺右邊咁樣超車係相當危險嘅。因為第一個，佢係冇睇到嗰兩個行人啦，或者我唔知佢有冇睇到啦嚇。咁如果第4部車係停喺佢前面嘅，係咪？係。咁第4部車，佢可能會擋住喺左邊落嚟嘅行人噶嘛，係咪？係。佢可能會睇唔到嘅。係。所以咧，其實咧，呢個係最危險嘅。佢喺嗰度咁樣超車，係呢個第一個。第二個就係佢應該係停喺第4部車後邊停落嚟，係咪？係。佢唔能夠咁樣去超車嘅，因為第4部車已經停嚟喺行人道前面部車停落嚟嘅，肯定有狀況。係。啊，然後咧，警察將佢鋪咗落嚟啦。係。咁我想問你啦，你知唔知如果咁樣鋪咗落嚟嘅話咧，佢會受到咩處罰咧？唔知啊。在温哥华以及整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，司机如果在行人横道 crosswalk 上没有让行给行人，被警察抓到是违法行为，会有具体处罚。这是基于 BC 省的道路交通法规 Motor Vehicle Act 和相关法则规定的。司机未让行行人的处罚：一、罚款 violation ticket。如果司机被警察当场开罚单 violation ticket，通常是因为未在行人正当过马路时让行于行人，这类罚单的标准金额大约是约167美元加元。如果在规定期限内缴纳，可能有减少版，例如约142加元。2、扣分 demerit points。在 BC 省，这种未让行的违规通常会导致在驾驶记录上扣约3分，不同情况可能略有不同。驾驶记录上的扣分可能影响你未来的保险费用，或导致驾驶执照受到更严格的监管。如果累计扣分较多。3、更严重的违法情况，如果司机的行为不只是简单未让行，而是有粗心驾驶 careless driving， 或者行为严重危及行人安全，比如高速经过或接近碰撞，可能会被以更严重罪名起诉，最高罚款更高，扣更多分。
甚至最严重情况下有监禁风险。行人的优先权是什么？在 BC 省法律中适用于温哥华。在有行人横道的地方，当行人已经进入车行道的一半或接近对象时，司机必须让行。如果行人站在路缘准备跨过道路，但司机没有合理时间停车而导致无法让行，法规会考虑这种具体情况，即行人在危险或无法让行时，司机不一定违法，处罚影响保险费可能因此上升。因为 ICBC 会把交通违规记录纳入考量，扣分如果累计得多，可能导致被要求参加监控计划，甚至可能被暂停驾照。温馨提示：为了行人安全和避免罚单，开车经过人行横道时务必减速，认真观察行人，看到行人准备过马路或已经跨出时，提前停车让行。